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嘉义以南东南部陆地甲澎湖地区目前拢伫暴风圈内，今仔影响上大，国内海空运全部拢停航，各地风雨都会增强。花莲台东的风雨真大，真侪所在溪水涨起。花莲的受林乡有一个富人人去巡港线，无说离跋落溪里不幸死亡。台湾甲美国已经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即马台湾甲英国嘛要启动签署深化贸易伙伴关系。新闻开始来关心第5号风台杜苏芮，中心目前是伫鹅銮鼻西南西风的海面上，向北北西移动。嘉义以南东南部陆地、各澎湖地区已经拢伫暴风圈内。对于苗栗以南目、南投、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各澎湖、金门拢造成威胁，各地风雨阁继续的增强。那么，做回来看气象局上新的说明。目前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的海峡南部，预计在今天的晚间会逐渐的通过台湾海峡南部。杜苏芮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的西南西方约190公里的海面上，可以看到它在未来是持续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因此呢，目前我们这一报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在海上的部分是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还有在东沙岛海面这一带。因此在苗栗以南还有花东地区以及我们的南投这一带呢，都是在陆上警戒的范围。在整个花莲、台东还有屏东县都有到超大豪雨的等级，而在宜兰呢也有大豪雨的等级。那接近到东半部这边近山区的部分呢，也有局部的豪雨出现。那甚至大台北还有在南部的这一带的平地呢，也是大雨等级的降雨。今仔是受到杜苏芮风台影响上大的一天，咱国内的海运、有空运全部拢停航。交通部民航局表示讲，到今仔早起10点国际线航班取消83架次，有22架次延误。风台目前是对台湾南方的海面上，豆豆经过台湾海峡的南部、东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要特别注意超级的大水河。中南部对今仔暗时开始，风雨嘛愈来愈强。松山机场国内线航厦规间拢空，受杜苏芮风台的影响，27国内线是全部取消。咱若到10点为止，国际线取消83架次，22架次延前。不过要是有民众到机场才知影。对啊，7号啊，明天要等7号啊，去金门啊，对，退票。杜苏芮风台27早时11点的时，风台中心离台湾有200公里。气象局继续对苗栗以南东部地区、澎湖、金门发布陆上风台警报。27到28透早是风台上挖台湾的时阵，台湾4号围海影拢会真大，沿海也有强阵风。它接下来会往北北西，也就是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的南部，在明天进入中国的福建。这2天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已经为东部甲屏东山区带来济雨水。为25开始算起，花莲山区累计雨量已经挖800毫米。接落来，除了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近磅大水雨，南部地区雨水也会开始增加。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随着台风逐渐通过澎湖的西南方海面，除了东半部降雨还是持续之外，尤其是在南部甚至到中部局部地区，雨势也会增加。而且呢，距离台风中心比较靠近的，比如说澎湖或者是接下来的金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雨势会明显的加大。气象局提醒，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大水雨甲大风拢会继续，要保持警戒。中南部、澎湖地区暗头开始风雨会愈来愈强，接落来到28透早，金门的风雨也会开始增加。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
今仔台南以南的县市拢停班停课，高雄的雨是落了真大。也毋过早起所有民众去西湾看风景，海巡是劝民众爱赶紧离开。有外国游客今仔是来台湾的第二天，就去拄到风台天，行程只好暂停。民众徛伫咧爆花边翕相，海巡可肯紧离开，安尼情形一直咧出现。27即天，高雄放风台假，所有真侪游客到西仔湾看大影。有觉得这个像台风天吗？还好，有风平浪静的。民众讲感觉风雨无真大，才会出门。毋过为着防止风台，各公客运高雄发车的路线，中道进前拢停驶。有民众本来要坐车，煞拢坐无。台铁南回线为屏东邦寮到台东的列车也拢停驶。有为澳门来高雄耍8日的游客，来第2天就拄到大数落风台，规个行程拢乱去。就在这里玩，然后就到那个小琉球那里。那现在怎么办？去台南呢？一点点呢。一点点，那怎么办？就待在酒店里啊。那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来到这边玩只能待酒店？会的。外国旅客行程和风台了乱，不过在地人想要食好料的心情煞无受影响。虽然是风台假，不过一透早这间店煞出现排队的人阵。我说今天台风假应该比较没有人，所以特别跑来。高雄市区伫10点半过后，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不过伫天西轮沉落海了后，即马连同片头海山坡也有货柜和海影拍上岸。趁早起风雨较细时阵，紧出动吊车甲货柜拖走。不过气象专家也指出，风台的外围环流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高雄甲台南落较少雨。当地民众莫叫是有趁到风台假，因为南部的风雨为27下半晡一直到半暝，甚至到28透早会愈来愈强，也是爱说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看一个姓廖的民众去宜兰县的太平山、三星池、白山，结果失踪。今宵今仔是个继续在找人。另外，伫桃园某一名民众12个人去白山，其中有1个人失踪。只要完成雨伞伫山区化失联姓廖山友的名，希望会当赶紧找到人。宜兰三星池失联案超找行动进入第4天，敢若找到姓廖山友的手机甲拐这物件，无具体进展。伊的家后也伫原来所在等待记者，希望翁婿平安倒转来。我们先走一段。消防员请查甫人伫山区寮溪行1站啊。桃园东水山26发生失联案，12个人透过网络招团去东水山爬山，不过一个姓赖的查甫人甲姓周的查甫人体力无够，请求消防局协助。消防人员刚刚接到姓赖、姓周的查甫人失去联络，持续伫敲找。于登山口附近发现一名迷途者赖先生，并将其安全带回。继续深入山区搜索另一名迷途者周先生。台风期间我们有一个安全我们今天休园。看宜兰东湾前园区，工作人员无用可肯拍算入园的民众离开，因为宜兰县政府宣布2次休园1天，不过宜兰县也是正常上班上课，县政府停班停课的标准，互外界质疑。提早上就要讲，到半夜才讲，来不及了。哦，行程都已经排好。对呀，其实是不行这样子。对，我们考量，因为整个一个园区还需要有休园、复原的动作就是说，如果要正常开园，我们必须要整理的时间点啊。县政府表示，宜兰虽然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过也是有风雨，而且根据预报，愈暗风雨会愈大。当晚节考虑游客安全，也甲园区的场地以及游乐设施需要时间整理，才决定休园1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花莲台东的风雨是真大，已经有真侪所在溪水涨起来。伫花莲的秀林乡有一个富林人去顺光线，无细里玻璃溪里不幸死亡。雨落袂离，台北线的关原路段各个放山南回公路的富南段有土石流，公路总局是赶紧甲南下的车道封起来进行抢修。另外，伫台东的富公渔港有2只渔船，和大影扫甲沉船，渔民的损失是真严重。三泉水管线边仔的溪水涨起来。20日暗时，花莲秀林乡一个富林人去顺管线的时阵，煞无细里玻璃溪水，消防人员去救人，找到伊时阵已经无喘气，送医急救也是死亡。这是杜苏芮风台第1件的死亡案件。风台带来真大的风雨，
台北线瓜湾路段一直有石头落落来，路面上拢是大大细细石头，交通已经断去。咧南回公路富人段所在有溪水涨起来，夹着真侪土沙冲入去路桥，公路嘛受到影响。公路总局是赶紧甲南海车道动起来，还搁咧修理当中。另外，已经封路南横公路嘛有真侪所在绑起。台东的沿海是引起一波又一波海涌，富港渔港是停真侪渔船，还阁有渔民透早去看的时阵，才发现家己渔船无去啊！原来是敢若是海涌拍入去港区内底，两只渔船敢若是腰受大力，弄着损害，造成沉船。昨好好啊，今日就安尼，对无奈啊。对啊，他们在是弄破的还是？尽量来帮他们跟县府啊，还有我们渔业署来争取看，是不是有一些天灾的一些补助。台东的风真透，有真侪路段的路树是吹歪去，缀着电线，造成超过5000户停电。工作人员无用把这路树清理，台电人员佮赶紧来修理。这一次的事故大部分都是因为树木倒塌卡在我们的线路上哈，那这一部分的抢修会比较快一点，只要我们把树木把它移除。风台虽然无直接来台湾，按过外围环流也是带来真侪风雨，和华东地区出现不少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博仔寮渔港、大溪渔港有渔船透早就先去抢收蚵仔，交予中盘哦。因讲风台老来了，有3、4天拢无法度出海，所以会当收就先收，才袂互风台扫了了。伫苗栗有农民哦，嘛先抢收红枣过来啊。趁着风雨还未来进前，云林大溪渔民坐载无因抢收蚵仔，准备交回搬箱。当地渔民就讲，风台来袭，至少3天袂当出海，目前收偌济算偌济。啊，会惊，唔知会出来收。哦，加减收一罐呢就对啦。过来到口河第一外渔港，渔民嘛赶紧用锁加强固定渔船，都会惊身材工具受到波及。包伫外口啊，包伫外口过来。你讲一般包伫外口可能是。啊，伊嘛从台西入来进来。惊受到风台影响的，还有苗栗种红枣的农民，农民就讲，目前拄好是红枣的产季，若落大雨，恐惊互红枣造成必果。5个人在抢收呢，早上这几天天天都在抢，要能吃才可以采啊，不能吃你采下来也没有用啊。苗栗的作农表示，目前规体的枣啊收成3成，另外拄好是产季的还有梨啊，上惊就是雨水拍到。台风来临之前，也顺势把它采收起来，已经成熟了。烦恼风台所来带来大雨和强风，影响到农渔收成，即在各地农渔民等起来。未来走抢收也是做爱风台，希望等将农渔业的财损降啊上低。记者为报道。屏东雨势就真大哦，伫太武乡附近的西大武山7站，今仔昨到今仔早起哦，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000毫米。伫山区的牡丹乡哦，嘛发布土石寮的黄色警戒，先撤离23个人。风雨若是阁继续增强，可能嘛会强制来撤离民众。溪水真落，水流阁真急。屏东山区27透早继续落雨，对车城往牡丹乡方向199线道边仔四重溪溪水嘛一直涨悬。受风台影响呢，屏东山区这2天风雨是真大，所以来看边仔这个四重溪这溪水嘛涨起来真侪。来到山区的牡丹乡时停时落的大雨，互乡内这2天有几个住户停电，路段嘛有小型的土石流甲积水，加在真紧就处理好。其中牡丹村因为伫咧土石流黄色警戒的范围内底，26已经有风信撤离23人到活动中心。外面风那么大，雨那么大哈，他说家里是不是什么铁皮飞啦？接近中岛安迪的村民做伙准备中岛等，乡长甲村长嘛到现场确认村民的状况，估计至少要安迪到27。达到红色警戒的话，但我们一些危险区域的是全部做强制撤离。如果雨势再这样持续的话，我们公所里面也会主动对物资的补充。杜苏的风台为屏东山区带来惊人的雨量，太武乡附近的西大武山7站，对26到27透早为止，无到2天的时间，累计雨量已经有1080毫米，是目前全台上悬。气象局嘛，搁一摆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
今仔是汉光演习的第4天，伫八里海边仔进行反登陆的操演，模拟敌军登陆，咱的国军成功甲敌人赶走。也毋过嘛，因为风台取消海上兵力甲部分空中兵力的演练。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视察。继续是敌军的 A 美国的2车突击车向八里海堡发起进攻。敌方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自空中向地面的防守部队来进行火力攻击。面对着敌人登陆，守备的国军随着增援发起反击。在 M 段暗砍之下，守军人员自分把驾车走出来，发起地面进攻。M60的三阵车提供着长距离的火力来打击敌人。陆军陆航特部攻击直升机进场，对敌军来做最后的火力扫动。汉光39号演习第4天，伫八里海堡来进行着反登陆操演。因为风台所有取消海上兵力，也有部分的空中兵力。总统蔡英文嘛亲身来指导着阻决设施，也有地限。今天我们的两岸的情势，或是我们面对的军事威胁，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会尽全力来防卫国家。透过这些演习啊，我们更有信心，对于这个守护乡里或防卫国家啊，我们官兵都会全力以赴。汉光演习连续2年，重点拢放伫咱北部，这嘛显示着咱方研判，若是台海真正发生着冲突，强军上有机会，就是有可能会直接来攻击着咱台北的政治，也有军事中心。以上是记者欧芬良、贾振玲伫新北八里采访报道。再来看咱台湾甲美国伫6月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即马台湾甲英国嘛要启动签署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双方要针对投资、能源甲证人碳排各所谓贸易来展开协商。行政院是表示讲有进度，得对外来公布。台湾甲英国日召开视讯会议，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丁进忠参英国商务甲贸易部副部长何德新，双方进行会谈达成共识，最后宣布正式启动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关于谈判的部分，那现在相关的进程正在刚刚宣布，那后续如果进一步的这个讯息，也要对外来会请经贸办对外说明。经贸办指出，英国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自从2020年脱欧了后，积极拓展对外双边贸易关系。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甲印度、泰国等国家展开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台湾是英国第3位深化贸易伙伴关系的主商国家。根据了解，台英会伫投资领域方面建立公平竞争投资环境，能源领域是要推动去碳化，伫所谓贸易领域力推提升会当信赖的资料流动甲保护。英国的这个数位发展呢，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啊，那所以在台湾非常强调这个数位转型的同时，哈，英国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借鉴。学者分析，自从台湾甲美国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伫国际间达到示范效应。那英国甲台湾启动深化贸易伙伴关系，预计续落来，甲加拿大也是欧盟，有希望也会有进一步的经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友邦瓜地马拉8月要来举行总统的决选哦，第一轮摕到第2席票候选人阿雷巴诺，外界是认为讲伊是合我中国的候选人，也毋过阿雷巴诺总是强调讲，若属于当选，台湾甲瓜地马拉的邦交未受到影响，嘛讲这甲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并无冲突。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毋管向当选哦，拢会甲瓜地马拉深化交流。咱国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会伫8月举行第2轮总统决选，由第一轮得票数上悬的2个人竞争，分别是托瑞斯甲经济党的阿雷巴诺。当年个外国外交部处长的阿雷巴诺捌来台湾访问，也毋过因为主张扩大甲中国经贸关系，互看作是亲中的候选人。也毋过阿雷巴诺日接受访问表示，无意改变台瓜邦交。And we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interest in alteri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countries. Working in both directions, kee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explor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completely compatible.
阿里巴巴表示，若当选会寻求伫互相尊重的规范之下，甲中国参台湾维持良好政治关系。另外一位候选人托雷斯是主张强化甲台湾关系，甚至考虑设立经济特区。也毋过，外国大选一直有争议。阿里巴巴办公室甚至封锁锁，也引起美国关切。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ongoing effor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elections in Guatemala. Guatemalans deserve the right to vote. 未来任何政党的候选人当选，我国都有信心继续与巴国政府携手合作，深化交流，追求两国人民最大福祉。另外，副总统赖清德8月就会出访巴拉圭，过境美国。美国立位众议员联合写批，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呼吁伊伫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进行会面，向外界证明拜登政府面对中共起事未惊退休。对此，外交部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赖副总统出访行程，目前拢也咧安排，会伫适当的时间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长张善政，洪表讲，伊的后生要出国，佮出动航警礼遇通关。航警局声明是表示讲，迄天市长进出机场拢有合规定，入去中营的贵宾室是中营主动邀请的。桃园市的新闻处嘛回应强调讲，市长张善政上机，并无要求讲要进入关税区，拢是尊重航警局甲中营航空的安排。桃园市长张善政洪表出7月初送因囝出国。是摕公务证送机，引起争议。有风声讲，航警局的长官要求都要专程陪同，引导因为1号门通关，并不是一般旅客通关的路线，来进入中央航空贵宾室。这点嘛，去互议员批评。张市长为儿子送机的行程，听起来是100%私人的行程。没有任何的公务成分。公务证应该是公务行程才可以使用。另外，这些主秘啊，还有这些航警局人员的陪同呢，是不是因为市长这个特权？针对市长去用公开讲伫机场等特权，后生要出国，竟然叫航警来护驾入贵宾室。航警局发声明指出，伫遐市甲各县市长，也有立法委员，若去机场拢会主动陪同，透过这个机会征询航空保安执行的事项。迄天张市长通行证甲出入航站拢有符合规定。因若是去中央贵宾室，是中央干部主动邀请的。当日张善政市长在机场并没有主动要求进入管制区，一切都遵从航警局以及长荣的引导，并没有其他额外的要求。新闻处嘛回应讲，市长张善政送机无要求进入管制区。迄天航警局甲中央航空有讲到贵宾室有中央部会首长当地的等回轮机。主动邀请张善政去小酒门甲交流，现场是照航警局甲中央航空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咯，气象局针对第5号的风台杜苏芮，是继续来发布海上佮陆上的风台警报。下晡各地风雨会佮继续增强哦。气象专家嘛提醒讲，高雄、屏东都要特别注意落大水雨。明仔载早起上班的时间，风雨嘛佫会真大。风台警报有可能会伫明仔载下晡来解除，也毋过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佫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发展哦。这2天嘛有机会会增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努，也毋过路线是佫有变化，要佫继续观察。杜苏芮风台当通过巴士海峡，向台湾西南部的海面持续挖近。这级风暴风半径是280公里，暴风圈已经甲嘉义以南甲华东打掉咧。伫陆上警戒范围内，越来以南的地区甲花莲台东，愈晚风雨会愈大。也若中部以北会透风甲阵雨。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涵盖了我们南部跟东南部的陆地，预计台风未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南部，明天进入中国福建。所以在这样的路径推估之下，今天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民间气象公司警示，风台通过陆送道了后，环流溯岸，风雨上大是集中伫咧风台中心，差不多200公里内。恒春半岛、高雄甲屏东，面临雷亚船雨带扫入来，中港雨会持续到拜5的日时，山区甚至会有超磅的大水雨。也若菲律宾东边海面，目前热带性低气压持续伫发展，按算伫咧2天内会成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洛。
这个是未来会生成台风的一个路径哈，它预期是往这个浙江附近接近，等于是台湾北方的海面。整个我们西太平洋是进入一个很显著的季风潮，所以1个礼拜有一个台风，恐怕会一直持续到8月整个月的时间。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按算在后礼拜3到拜4会接近台湾附近，不过路线也无确定。气象专家提醒，向阳年海水的温度相对较悬，对风台伫个远洋的形成甲发展有利，所以接近台湾附近的时阵，拢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规模嘛值得注意。提醒民众爱持续关心上新风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本土的天狗类的疫情昨已经搁增加30例，计共已经有587例。欢乐讲这几天风台雨水真侪，可能会有真侪所在积水防疫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台南市政府嘛提醒民众，风台过了就要赶紧摒扫，有积水的物件就要清好清气。受到风台影响，台南7月27虽然休困一天，不过上早发生本土天狗类疫情的林德区成功里，里长趁着风雨也未真大的时阵，来到社区内底巡视。下大雨来的时候，把我们的药物都冲刷掉之后，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啦。巡视此后的水沟，就是烦恼风台带来大雨，会互喷药的效果全部去了。尤其林德区成功里最近的疫情已经渐渐受到控制，但是其他的地区天狗类疫情继续咧扩大。台南7月26加添30个本土病例，区域也渐渐扩展到12个行政区，累积587例。台南市政府强调，风雨过了后会全力动员摒扫，把握落雨过7天的黄金期。台风天夹带的大豪雨，我们也是很无奈。我希望大家，我们全体的里民能够继续保持环境的整洁，继续做好巡道清刷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台风过去，这8、9月之前的台风让登革热的病例数快速增长，因此呢，我们特别要戒慎恐惧，在台风过去后要严加防范，而且要赶快就去做滋生源清除。台南天狗类防治中心也向中央申请加派国军支援喷药啊，国军8军团7月26开始已经全力来支援，协助市政府防疫团队控制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研究院公布今年上新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是1.56%，比前一届的预测是减少，主要是因为全球的经济成长的速度较慢。也毋过最近民间的消费有升温的趋势，学者表示讲，目前出口的表现达到期待，也毋过强度无强，主要要去观察第4季的状况。台湾就半年全球经济受到通膨甲升息影响，造成需求放慢，也造成制造业继续进行库存调整，进一步影响到台湾外销订单甲厂商设备投资意愿。虽然民间消费升悬，导致台湾内需成长，也毋过伫出口外销订单连15的情况之下，中央研究院将今年 GDP 下修到1.56%，整体景气就像配冰淇淋的羊肝给能够赶快挂定来温。在目前所看到的数据啊，虽然都有一些正向的资讯，但是还没有非常显著强劲的讯息进来哈。那所以我们会预期在第4季的时候，这个效果会慢慢的浮现。那美国联准会较早也宣布过升息1码，联邦资金利率提悬到5.25%至5.5%之间，创20年来新高。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今年有了袂降息，后续一切取决于经济数据。I would also say it's possible that we would choose to hold steady at that meeting. We're going to be making careful assessments, as I said, meeting by meeting. 那 FED 宣布升息1码，符合市场预期美国的期盼。台北股市早盘伫 AI 加造纸等碳矿概念股带动之下，盘中指数去8点，重回17200点关卡。所有的资金盘面上还是回到所谓的 AI 相关的个股，但是 AI 相关的个股涨幅真的已经蛮大的，所以盘面到这边，也面临一个整理的格局。分析师认为，美国重量级科技股财报这礼拜陆续登场，游玩有可能会影响到个股的表现，也不过一般认为升息应该是已经到前方，所以刷落来影响市场的会是回归基本面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市进前有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可能伫学校受到霸凌，行地路。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嘛伫停聘3个月后，佮转来学校咯。教育局7月初要求学校爱重启调查，学校嘛决定讲要互这个主任佮再休困1个月。也毋过教育团体是真烦恼，讲重启调查可能只是应付尔尔。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2年学生，医师登记伫学校受老师霸凌，今年2月事件底路，校方7月2日决定甲涉案的前学务主任佮停聘1个月。毋过人本基金会质疑调查委员会成员无改变，重新调查可能会变做一个形式尔。我们没有身负，你哪来的重启调查？而且这个重启调查呢，调查委员完全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重启调查有什么意义？只是把这个报告再美化一下。其实1个月后，这些人还是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台中市公立高中医师霸凌案，教育局7月初4甲校方的调查报告提回去，要求重新调查。不过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停聘3个月了后，7月初1就转去学校上班，引发家长不满。虽然校方阁做出停聘1个月决议，而且有允讲伫迄段结束进程的完成调查，到时对相关人员的处罚拢会依法办理。不过人本表示，爱厘清的是这个学生伫学校时受到什么款无平等的对待，伫报告完成进程相关人士无应该个登去学校。目前学校重启调查中，等调查结果出炉，学校相关人员如有违法，教育局一定严惩严办。前学务主任的惩处与去留，一定视调查结果依法处置。教育局表示，伫6月底时有收到校方的报告，审查了后认为还有相关事情甲疑点爱厘清，所以伫7月初时提回去。除了要求以上紧的速度完成调查，对外甲家长说明，而且相关受调查的人员伫调查期间无应该登去学校，若违法绝对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虽然是风台天哦，也毋过早起行政院门口有劳工团体伫抗议，因不满讲目前的劳保年金给付的金额上过低咯，对劳工的退休生活根本无保障，所以呼吁总统的参选人哦，都爱提出劳保年金改革的政见。总统候选人应表态。劳工团体伫行政院门口大声咧喊口号，因表示物价直直起，薪水煞无咧起，即马就连退休生活也着爱烦恼，因为根据劳保局的统计，目前全国159万领劳保年金的退休劳工当中，有61%一个月领无2万，佮较有超过1成的人一个月领无1万。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去思考基础年金的建制，除了把我们的薪资的劳工退休金从6%提高到15%之外，劳保的部分再增加一个基础年金，让所有的劳工退休以后都有基本的保障。伫这个月初，中华电信工会特别因为不满劳体薪资86%上低的问题，招真侪工会团体做伙去开道抗议。中华电信工会也出面声援公斗团体的诉求。你的退休金领不到23513块，你的退休生活品质是会很差的。因为我们劳工实际上退休生活是辛苦的，所以他必须去兼差，必须去做很多不是退休生活，而是继续打工的生活。劳工团体甲工会团体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推动劳保年金的改革，也建议政府爱设立基础年金，提高劳工退休的保障，也呼吁未来的总统参选人爱提出劳保年金改革的相关政见，听劳工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新冠1号是袂甲强强滚咯，嘛袂少民众因为为着病副作用，长期看中医来调身体，所以去年中医的病人增加2成，嘛造成健保的补助无够用。卫生福利部决定讲要来提供3亿1000多万的预备金来补贴。有的人破病会选择看中医，尤其是去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民众抢咧看中医，摕清冠1号或者是调理中新冠。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看中医的人数有668万3000人，比前一年增加2成。地区健保平均点数的价值伫0.9以下，所以卫福部健保会同意动用3亿1200万的预备金。那这嘛是头一届因为异常传染病流行，使用非预期风险预备金。民众本来是10个人里面有3个看中医，那健保是给10个人的预算，结果是10个人里面固定有4个人来看中医，所以就医的人数就很增加。所谓健保点数，都是医疗院所向健保署申请健保费用的点数。医界人士认为讲，
当健保点数的价值愈低，给付减少，毋但中医诊所面临成本的压力。西医部分的病院嘛有可能会以收入减少为理由，若要替护理人员加薪水，就搁较恶啊，造成部分的药师甲护理师离职，嘛间接影响民众就医的品质。健保的点值下降，造成这个点值连9毛钱都拿不到的一个情况的话，势必会加重整个医疗环境的恶化，而医疗环境恶化，最后受害的其实是我们的民众，因为民众可能等候病床的时间就会延长。洪主任认为讲，医疗院所要长久经营，健保总额成长率应该逐年提悬。安尼毋但对加速引进新的药啊、新的科技有利，嘛会当增加治疗项目纳入健保的给付。针对这点，卫福部看话会召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警方伫三峡因果加强要抓大车的违规哦，最近一个月就开超过230张的罚单，其中刷车车的超载、有物件飞出，这类的罚单都有32件，罚金是超过200多万。警员骑车巡逻，看到刷车车行驶，熊熊警示声响起来，叫驾驶先停落来。那你再带几个人？看你车很重哎。干那用目睭就看得出，刷车车疑似超载，要求过磅测重量，驾驶甲警方画拍拉片。你不过磅，我就是开单。开车载刷石仔，车道有吐沙水，一点一滴流落来，也有人因为渗漏食红单。签收一下。那我开的是渗漏。本分局今年7月起执行追杀勤务，针对大型车辆各类违规加强拦查举发，统计7月份已举发237件。警方伫新北市三营地区加强处理刷石车。违规热点出现伫尖山路、梁文街甲介绍路二段等路段，定看到包括超载14件、载运货物车辆无依规定15件，甲物件喷出来渗漏3件，敢若开出的这32件，罚单总金额突破202万。他的这第一个是超载，第二个是当他载上货的时候，他也希望赶快送到目的地嘛。超速这个也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提高他事故的风险。刷石车驾驶的涉嫌违规，甲追求利润有关系，都惊超载搁超速，万一发生事故造成的伤亡危害，拢会来得搁较严重。或者建议除了靠执法处理，会当加强违规记点定处分，降低这类的违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这几天得到大水祸，部分地区发布红色警戒，其中孟买今仔本地是大学考试嘛先延期，先得的灾情嘛真严重，嘛有因为河水涨起来，有超过300台的汽车淹水掉车。雨落未停，印度气象局日暗针对西部湾海城市孟买、莱加德、拉特内基里、新都杜尔发相关顶级的红色警戒。孟买原本27个大学考试延期，各级学校停课。南部卡纳塔加安甘瓦迪地区的中小学停课。日德里边爱卫星城市大诺伊达，因为新都河水位拢满出来，超过300台车浸没水的。क्वालिटी गाड़ियाँ लीज प्लान तो ड्राइवर को देते थे वो वाली गाड़ी। हाँ जी। लगभग कितनी गाड़ियाँ हैं? अभी 300 गाड़ी है। तो आप लोग जानकारी नहीं थी कि पानी आ रहा है, गाड़ी निकाल ली है? जानकारी थी पर इतना नहीं होता, इतना पानी आएगा एक साथ। 住伫咧溪边的居民，拢选到地势较悬的所在。贵丰港河和南马地区带来80%的年降雨量，印度的人口超过13亿。进前雨量正常时阵，对造产人来讲是好代志。不过这几年雨愈落愈大，做大水、土石流引起传染病，也影响农作物收成。बहुत सारा नुकसान हुआ, सब्जी, भिंडी, तोरी, बैंगन, प्याज, बहुत पैसों की लोगों की हमारी डूबी से डूबी लोगों की बहुत सारा नुकसान हुआ। 印度自6月正烈雨季了，就一直落大雨、做大水，交通中断，学校停课。日当当局对首都新德里部分地区加附近的地区发布甘马式的警戒。新德里雅穆纳河的水位上升到205.33公尺的危险标线顶头。一天要暗6点的时阵，记录的水位已经到205.47公尺。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有一架载将近3000台新车的巴拿马籍的货船哦，伫荷兰的北部回烧，有一个船员死亡，22个人受伤。这架船哦，船顶有300台的变路新车。
这是一场甲时间走相约的大规模抢救行动。巴拿马州运输船弗莱明特公路区伫海上导火烧起，有人为着逃生，为30公尺悬的船顶跳入去大海，因为烧甲真紧，爱赶紧脱离。至少7个船员跳水，互人解救，其他的船员是直升机载走。头一个到现场的荷兰皇家救援公司表示，当因的船挖进火船火场的时阵，看到船顶当伫冲出火焰。Wij voelden gewoon de warmte al bij ons aan boord. En wij lagen, er was ook iemand die achter al naar ons stond te seinen met een lampje. En die is in het water gesprongen en die hebben we samen met de berger nodig gehad. Op een ideale positie, die kan hem niet slepen, maar die kan hem wel op zijn huidige plek vasthouden. 另外一个让人烦恼的是，大火可能会烧几落工，救援船只爱一直喷水降温，啊，不过灌伤济水有沉船的风险。目前船已经车去，即马赶紧爱做的就是让船继续浮伫海面。Wat zit er in dat schip? Bijvoorbeeld olie, wat voor vracht zit erin? Kan dat leiden tot gevaarlijke stoffen op de eilanden? Dat soort dingen denken we aan. 这只货船载将近3000台汽车，其中300台是免税的，包括特斯拉等车厂，拢伫查证是毋是有车伫船顶。27通报发生大火，官员表示，当局当伫调查是毋是其中一台电动车引起火灾。货船目前是伫荷兰、丹麦加德国的瓦登海，也互人叫做是弗里西亚群海峡。这个所在有超过1万个水生甲陆生物种，内底有超过140种鱼，而且其中有20种敢若生活伫这个群岛出名的克劳波。也有真侪海拔甲海底啊，已经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是世界遗产。荷兰媒体电信报指出，若做货船沉去，会是一场上严重的灾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社会国家年日将传出政变，总统贝佐姆和一定军人关伫总统府内底哦。这定军人佮透过全国的电视网讲已经推翻贝佐姆的政权。也毋过，伫首都有真侪民众上街头抗议，要求应甲总统贝佐姆放出来。联合国甲美国嘛谴责政变的行为。日国家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当地发生政变无成功。新闻主播表示，总统贝佐姆甲厝的人拢安全。社会国家年日传出政变，总统和卫兵围困伫总统府内，佮透过全国电视网宣布发动政变，讲已经杀到贝佐姆政权。Toutes les institutions issues de la 7e République sont suspendues. Les secrétaires généraux des ministères se chargeront de l'expédition des affaires courantes. Les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gèrent la situation. Il est demandé à tous les partenaires extérieurs de ne pas s'ingérer. 抗议民众大声喊口号，要求释放总统贝佐姆。总统府的入口甲四周围部会拢互人封锁，甲邻国的边界嘛拢关起来。年日全国实施宵禁。啊，毋过，就伫咧示威过程中，现场煞传出枪声，互民众真惊吓逃走。On est ici pour défendre la démocratie, on est ici pour défendre la République, on est ici pour montrer notre attachement à l'état de droit et dire non à toute velléité de prise de pouvoir par les armes ou par la force.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已经甲贝佐姆通过电话，表示全力支持，佮谴责任何透过武力夺取权力、破坏民主法治的行为。欧盟甲社会国家经济共同体嘛强烈谴责年日政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件代志表示谴责，佮敦促和平解决冲突。Preliminary discussions about evacuations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thing like that right now, Peter. It's all just unfolding. We're just watching this very, very closely. We'll have to see how it unfolds. 年日是社会无往害国家，为1960年脱离法国独立以来，捌经过世界政变，是全球上无稳定的国家之一。啊，毋过嘛是美国社会坚强的盟友。贝佐姆2021年当选总统，伫当年3月宣誓就职的前几天，嘛捌传出军方想要掌控总统府，啊，毋过政变无成功的事件。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中市太平的新高国小哦，目前咧起新的校舍，也毋过因为进前疫情欠工欠料，目前阁还未完工。今年有321年级的学生啊，都爱先去北屯的国小来上课。部分的家长讲，因无法度接受，也毋过学校是讲哦，会来开家长说明会，甲家长来沟通。
校舍工程的外口，还佫有墙围啊，甲用架。台中太平的新高国小因为校舍不足，去年12月动工兴建2期的校舍，原定今年9月完工，但是校方最近通知家长，小于12日班320名新生，新学期到北屯区的普济国小借教室来上课，两间学校差2.1公里，互真侪家长感觉无方便。那太远了哈。你们接送的话，这样会？也比较远一点。太远了。对。当然是大人嘛，是交通嘛是足不方便的。伤远啦，啦，啊是应该是赶紧起好啦。在地新高里长讲，新高国小因为采用双语教学，正做大家拢想要迁入来的学校。新高里目前有4200户，1.1万人，已经是太平人口上侪里。有家长反映会家己来接送，解决交通问题。但是有阿公阿嬷接送的，伊是建议校方要安排交通车。假设是一些年长的长辈在接送孙子上课的话，校方就是可以准备我们的交通车。校方表示，主要是因为疫情欠工欠料，造成工期的延迟，而且附近的国小拢已经满啊。敢若也是新校舍的普济国小会当一届容纳11日班的学生，希望家长会当最近来度过这个时间。工程呢，最主要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缺工缺料的状况之下，造成了我们工进的受阻，所以只好不得不的状况之下启动的安置计划。新高国小会伫咧8月5号早起9点召开说明会，甲家长充分来沟通。原则上会希望新生家长会当家己来接送，若是袂用的会向教育局申请交通车。新校舍是预计要到明年5月底才会完工。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花莲县的地方税务局最近针对占用电话卡，也是讲甲电话卡封起来的厝来进行稽查哦。因为财政部是有规定讲，提供公共通行的电话卡才会当免房屋税。家伫花莲市区的街路，最近愈来愈侪将电话卡封起来的店头，无论是放倒啊椅啊做营业用的店头，也是将电话卡封起来，无开放公共通行的私人徛街，这行为拢是去免扣房屋税资格。骑楼有给公众通行就是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就是给予免税的优惠。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屋主只针对他自己的利益在使用的话，那这种状况就是要课房屋税了。消息传出，市区的店头拢真反对，有四处营业民众认为政府无体谅老百姓，非常烦恼扣房屋税了后厝税起。现在生意也难做啊！你政府现在一直课税，我们真的会快生存不下去。那如果我是租房子，那房东应该也会在变相的调涨房租啊，那我们就更生存不下去了。地方税务局强调，依照财政部规定，电话卡免扣房屋税是以敢是提供公共使用为要件，所以包括对放杂物，也是放娱乐设施等，也是日时啊开放，暗时啊封起来，拢无符合提供公共通行的减免规定。稽查时会依照现场情况裁量。记者综合报道。对一寡重病病人来讲哦，面对生命最后的阶段，安怎有品质、有尊严的离开嘛，真重要。台大安宁的缓和团队伫1995年成立，已经要30档咯。今仔都有病人的家属来分享因翁的安宁过程。伊讲哦，因为有专业的照顾甲陪伴，互因减少真侪危险。有一个晚班的护理师，他告诉我说，这2个礼拜，我觉得你就带着孩子一起照顾爸爸，让他们知道爸爸即将离开。他拿了一个绘本给我，应该是说，除了是病人他自己慢慢的面对他的未来，有可能他即将离开，可是他也眼看着家属也跟着他一起慢慢的被准备好的一个过程。李小姐因翁婿伫5年前是肝癌末期，伫上尾的日子都是伫安宁病房。到达外头看，伊也是真感谢遐个医生甲志工。台大病院家庭医学部伫1995年成立全国头一个安宁缓和医疗病房。李小姐以家己的经验讲出这段过程。医生讲，安宁病房是全方面的照顾，治疗甲安宁做伙进行。安宁照顾是一个理念，无地点的限制。安宁缓和医疗只是一个理念，不受照顾场地的限制。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的照顾。台大病院家庭医学部表示，选择安宁照护，不是让病人等死，是让因较有尊严来行人生上尾一段路。李小姐嘛讲，因翁婿伫安宁病房的日子，虽然讲是破病，不过有真侪笑容，互伊无遗憾行去。
即马5年过去啊，志刚要是称赞来关心伊的心情，互伊感觉感动、佮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22届的万甲博览会，并无受到风台影响，早起伫台北世博一馆开幕。10点开放进前就上万人排队等要入场。主办单位是表示讲，即届有1200个单位，125间的厂商，参观的人数应该会超过60万人，嘛应该有2亿5千万的商机。排队的人排到落长，为世博一馆的内底一直排出去，西规栋大楼咧排。但10点一个到，开放入场了后，真侪人各种的入场，都是为着要买到家己介意的动物作品、甲周边的商品。间谍加酒，我推的孩子5、6点就来。对，大概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然后为了那个春雨工作室的产品，然后来这边排队的。风台风雨无法度影响民众排队的热情。第22届万华博览会伫台北世博一馆举办，有动漫迷卡手真紧。开幕才半点钟，就已经买到真侪伊要买的物件。也若有 Spy Family、救赎回战等等真受欢迎 IP 的动力，也有出版我推的孩子的青文等等的厂商，人是拢叉叉叉。所有的作品，它就像是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新的梦境。若是日本甲韩国，每次会下底台湾平台、CCC 对万台，带领真侪台湾的作品参加展览，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民众来看。原创漫画确实还是占的比例比较小，或许是9:1这样的等级。台湾的这边我们也是积极的在去寻找这样的可能性。例如说像泰国，他们其实非常喜欢 BL， 台湾的 BL 作品其实品质也都很不错，而且口味和那个调性都跟日本或泰国本土的都不太一样。拜托各位出版社，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除了产业之外，我们更重视台湾 IP、台湾原生台漫的发展。今年万华博览会邀请152间厂商，差不多1200个单位，规模搁再创下历史新高。文化部长讲，有部分业者响应成人礼金的政策，会当使用文化币来消费。嘛期待大家除了关注海外作品以外，卖当认捌台湾的红仔册，让台湾的艺文产业会当愈来愈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特有种，嘛是保育类的动物——台湾水鹿。因为生态地受到破坏，数量是减少真侪，目前拢分布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哦。农委会特生中心比对20档来的资料，发现讲水鹿的野生族群有往低海拔生态的趋势，咱做伙来了解。画面上会当看到一只动物徛伫遐，有时啊佫会压头去食草啊。这是特生中心中海拔试验站所翕到的。加长工工作人员就发现到这附近有卡食排泄物，佮有边仔李仔树、山樱花、野苹果等等的幼苗啊，嘛去有揢过，确定这只就是台湾水鹿。水鹿的出现，嘛甲这几年来产业区内底自动相机时常去翕到水鹿的状况，互相会当证明。不管是出现的这一些数量，还有它出现的频度，都慢慢的增加，这会让我们觉得蛮高兴的。你也办法，就实施了之后，它的族群数量有逐渐恢复稳定的趋向。试验站就伫咧高雄的定基地区，自20多年前开始采自动相机长期观察生态。初期是敢若伫1800公尺以上的山顶才有翕到水鹿啊，这几年来伫16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带，嘛愈接去翕到，表示讲这族群有往低海拔生态进行。目前保育有成，当然是欢喜。不过即马爬山的运动愈来愈兴，人甲动物接触冲突的风险嘛增加。那当跟人类的距离太近的时候，那水鹿其实体型很大，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徒手去格挡它的一些冲撞，保持距离才有尊重。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亚种的保育类，完整上大只的食草动物。早前是全台湾满山拢是，分布伫海拔300公尺以上。不过因为生态地防破坏，人为掠捕，数量大减。敢若伫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才看会到。数十年来保育总算有成果。特生中心提醒，将来人甲动物的冲突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拢是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乌熊踏着限制钓伤死亡的事件接接发生哦。为着要减少这款的事故，林务局宣导改良蜡具。今年的6月，周遭的蜡林哦，伫阿里山的山区翕到一只乌熊。虽然伊踏着改良式的蜡具，也毋过哦，是会当家己来脱离限制。
这只乌熊伫山路咧行，毋过一个无细字，煞去踏着陷阱，家己嘛惊一个，佳在是平安无代志。这只乌熊还阁顺续甲石头飞落陷阱遐，了后才离开。其实这只乌熊吸到的是林务局宣导的改良式蜡具。这种改良式的蜡具，套索的大帮无甲12公分宽，乌熊的骹部较大，若踏着袂去透掉咧。你若骹较细块的石虎，若是去踏着，嘛会当脱逃。动物就算着这个陷阱，嘛袂甜掉咧。林务局推动拍蜡自主管理计划，选定乌熊会出现的热区，甲部落抑个有农户合作，使用改良式蜡具，提供5000套，互民众免费来换。目前有63个部落一起在推动这个改良式列具的一个使用哦。我们希望说这些部落也把他们使用的一些情况能够回馈给我们，再来做这个列具的一个调整。祖族猎人协会表示，因的传统本来就无咧猎乌熊，因认同使用改良式的蜡具。林务局表示，确实有部落反映使用改良式的蜡具，掠到的比例有降低，不过会持续收集地方的意见来改善蜡具，希望未来会当顺利推广到全国。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